Ram Narayan Ram， 人應當不斷地向天空、大自然、大地與能量鞠躬致敬。人應持續不斷地誦念 Ram Narayan Ram 這個名字，因為這個種子咒語中蘊藏着整個宇宙。從天空中接收到能量，大自然由此誕生，我們也由大自然形成，並與其相連。所有的星座與星星都在天空中形成。天空中有許多比太陽大數倍的行星。當宇宙開始形成時，它只是一個如原子般微小的點，但它不斷發展，逐漸擴展為浩瀚的宇宙。如今地球上有大約80億人。他們的身體都是由 Ram Narayan Ram 的能量所構成，其中包含着5大元素 Panchabhuta。正是通過這5種元素，我們獲得能量與智慧。這種智慧幫助我們理解生命的真正意義，該如何生活，如何度過人生。社會中有很多知識淵博的人，但他們的行為卻像無知之人。他們何時才能真正領悟？何時才能成為真正的人類？沒有太陽，誰能生存？沒有空氣，我們能活下去嗎？沒有氧氣，我們能活嗎？一切都依賴生態平衡運作。樹木和植物沒有價值嗎？只有人類才有權利嗎？我們從樹上摘取果實和花朵，這難道不會帶給他們痛苦嗎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一棵樹走到你面前，開始拔你頭髮，說我需要這些，你會怎樣？如果植物說我想要你頭上的所有頭髮，你會是什麼感受？如果你真的需要果實與花朵，為何不請求？有人曾經禮貌地向樹木請求過嗎？如果這種行為發生在人類身上，會是什麼結果？每個人都應重念 Ram Narayan Ram 的名字，讓生命變得有意義。這種念誦讓生活更輕鬆，幫助阻止障礙的出現，並賦予我們面對困難的力量。通過這種念誦，人們會意識到自己為何出生在地球上，自己的責任與使命是什麼。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責任，就永遠無法帶給自己或他人幸福。自然將你送到這個世界，是為了讓你將這個信息傳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。重念 Ram Narayan Ram 會帶給人們一種獨特而深沉的平靜感。Ram Narayan Ram 是一個如此神奇的名字，一旦開始重念，你便會開始與真正的自我建立聯繫。如果你至今還未面對自己的內在或力量，如果你希望認出內在的力量與聲音，那麼現在就與 Ram Narayan Ram 的名字建立連接。不僅你的夢想將開始實現，你還會在自身中感受到一種嶄新而強大的能量。